而家同你睇緊嘅係海逸灣2期1033尺，身處嘅位置係11座2室。呢個屬於3房1套再加工作套房嘅戶型，露台位置望返住內園同埋會所，入返嚟客廳嘅位置啦。客飯廳面積空間感都非常足夠，而且呢度樓底夠高，成個屋苑所有設計都係四四方方、4平8穩。要擺任何大件嘅家具咧，呢度絕對滿足到你。咁入到嚟門口位置咧，旁邊有一個工作套房，有自己嘅衛生間、淋浴間，仲有對流窗。門口旁邊咧就係我哋廚房嘅位置啦。呢度呢個屋苑最大嘅優點係，無論係乜嘢房間，空間感都非常闊啦。呢個都係一個 U 型嘅設計，咁就明火煮食，電磁爐都有齊晒，仲配備埋洗衣機啊、蒸焗爐啊呢啲。咁所有間隔櫃啊，全部都做好晒，拎包入住。入嚟睡眠區嘅位置啦，呢度3個睡房，再加一個洗手間，每一間睡房都係方方正正。精髓位置啦，主人套房，入到嚟呢，先嚟自己嘅洗手間、淋浴間，有對流窗咁。而且喺房間嘅後邊呢，亦都有個空間做咗俾你，可以做翻個衣櫃位，咁就做到3邊落床，全部大落地窗，望翻住前面嘅會所景色。嗱，今日咧推介呢個海逸灣2期嘅屋苑，過千尺嘅戶型，今日仲有選擇，絕對係本月嘅精選推介。1000尺，如果1200、1300就可以買到，你又點睇呢？想知道更多，打俾我。